今日我哋講一篇11月14號每日電訊報嘅新聞，標題係 Boris Wave Migrants Face 10-year Ban on Claiming Benefits， 即係 Boris 浪潮，移民將面臨10年禁領福利。講新聞之前，希望大家 like、share、comment 呢段片，同埋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內政大臣 Shabana Mahmood 計劃改變規則，因為擔心呢批移民會為福利開支增添數億英鎊。佢哋係指喺前首相 Boris Johnson 移民政策下嚟到英國嘅移民，稱為 Boris Wave。Shabana Mahmood 預計會宣布計劃，強制多達160萬名喺 Boris 移民制度下嚟到英國嘅移民，要等10年先至有資格申請無限期居留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簡稱 ILR。呢批移民係由2021年至2024年嚟到嘅。擔憂嘅原因係超過80萬人喺低薪工作，佢哋同家人可能有資格領取福利。根據資訊自由法公開嘅數據，呢160萬移民入邊有55%，即87萬9千人，年薪低過英國中位數29,640英鎊。新聞有張圖表顯示 Boris Wave 移民浪潮滾動12個月，國際移民估計包括移民、入境同淨移民，由2015年至2024年，2021年1月脫歐移民規則生效，2023年淨移民高峰達90萬6千人，來源係英國國家統計局 ONS。呢批移民原本喺連續居留5年後就可以申請 ILR， 但 Shabana Mahmood 呢個月預計會公布建議，追溯性咁改規則，要等10年。呢啲建議係改革方案一部分。ILR 將取決於移民繳納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簡稱 NI， 唔靠福利自給自足，冇犯罪記錄，社區義工服務同埋英語達高標準。Boris Wave 移民可能要面對類似測試，細節仲未喺內政部諮詢文件公布。經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路線嚟嘅香港人，預計會獲豁免。移民控制中心 Centre for Migration Control 研究總監 Rob Bass 取得咗低薪數據，佢話成千上萬喺 Boris Wave 下嚟嘅人貢獻好少入系統，幾個星期後就開始有資格申請 ILR， 之後可以領福利。我哋已經有超過120萬外國人領取通用信貸 Universal Credit， 除非阻住 Boris Wave 獲得定居地位，呢批人喺未來幾年會令國家花費數千億英鎊。根據稅務海關總署 HMRC 數據，2021至2024年有67個國籍，超過2000人註冊國民保險號，代表呢160萬移民。邊啲移民薪水高過英國平均？2022至2024年國民保險申請數據平均月薪2470英鎊。來源係移民控制中心嘅資訊自由請求，只顯示超過2000註冊嘅國家薪水係2024年底，入面有39個國籍。新移民中位薪水低過英國中位數29,640英鎊，有35個國籍。多數工人薪水低過中位數，包括越南人84%、阿富汗人83.5%、敘利亞人80.5%、伊拉克人79%、孟加拉人77%、烏茲別克人76.2%、泰國人74.4%、保加利亞人73.8%、阿爾巴尼亞人73%、索馬里人71.8%、巴基斯坦人71%。唔同移民群體做咩工作？2021到2024年簽證批出最高數字，按職業同國籍。舉幾個例子：阿富汗護理工人同家務護理員61個，平均25,570英鎊；阿爾巴尼亞護理工人同家務護理員334個，25,570英鎊；孟加拉護理工人同家務護理員8,543個，25,570英鎊；印度護士33,046個，44,760英鎊；尼日利亞護理工人同家務護理員22,368個，25,570英鎊；菲律賓護士14,838個，44,760英鎊；烏克蘭園藝工人20,691個，25,752英鎊；津巴布韋護理工人同家務護理員22,356個，25,570英鎊；香港程式設計師同軟件開發專業人士80個，54,669英鎊。工黨、保守黨同改革黨 Reform UK 都提出政策應對移民激增。2023年6月至1年，淨移民創紀錄90萬6千人。改革黨領袖 Nigel Farage 威脅剝奪數十萬已獲 ILR 嘅非歐盟公民地位，強迫佢哋用更嚴格標準重新申請簽證，包括更高薪水要求同更好英語。保守黨曾提出類似政策，但後退，改為建議移民要等10年先至有資格 ILR。前提係佢哋係英國經濟淨貢獻者，即工作收入多過國家開支。影子內政大臣 Chris Phil 話：低薪移民可能消耗服務多過繳稅，住房壓力都好大，所以保守黨計劃立法每年上限移民數字，
遠低過最近水平。每年由國會投票，永遠結束大規模低技術移民，呢樣一定要停。